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徐英银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这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，拢同款。因为逐工即马呢，每一天入境人数虽然降到1500人左右，其中差不多有100个人有呼吸道的症头。为了要加强边境的检疫呢，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为今仔日开始，入境旅客你若出现发烧甲呼吸道的症头，一律都要采检以外，都要坐这个防疫专车到指定的集中检疫所，等到检验的结果出来，也避免这个病毒有机会直接进入社区。若要问看你是对倒位来，而且搁要量看你有发烧无？对初三开始入境台湾有发烧、呼吸道的症状，你就爱去采检站一转。本来采检完，你会使行李赶咧，等去厝等消息，但是即马袂使。你必须要专心用酒精消毒。坐防疫专车先到集中检疫所安置，2天等采检的结果。若是阴性，医师评估 OK， 你就会使等去厝居家检疫；若是阳性，就直接送负压隔离病房。像这透早带对西雅图倒来这家伙啊，都要先去集中检疫所。问说有没有咳嗽，然后小朋友就咳了2声，头痛。对，是很谨慎啦，很仔细，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啦，因为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其实我们本来以为回家隔离14天嘛，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自己的衣服。目前松山、桃园、小港机场拢有就近规划集中的检疫所，不爱互你直接回去厝，因为即晚每天入境的人数虽然有降到大约是1500个人，但是其中毕竟有100个有症状，担心因若是感染到，会早一步进入社区，恐惊会造成社区感染。